七，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地天体3I Atlas 高速进入太阳。3I Atlas 有一丝可能性是艘外星飞船，引发各界讨论。综合美联社等外媒报，目前尚不清楚3I Atlas 的大小，多数天文学家判断它应该是彗星。科学家难以确认3I Atlas 为何会造访太阳，也可能是它曾接近其他天体。整体来说，3I Atlas 并不会对地球构成威胁。哈佛天文学家勒布 AVI Loeb 认为3I Atlas 可能不是彗星或小行星。如果星际物体3I Atlas 是一艘太空船，该如何应对？勒布表示，3I Atlas 既可以拯救我们，也可以毁灭我们。我们应确保所有太空物体都只是由欧洲太空总署 ESA 将其归类为彗星。勒布认为这是最可能的解释，但他仍觉得有一丝可能性是艘飞船。目前天文学界多数声音不赞成勒布的看法，他表示现在行动还不算太晚时，出动天文设备寻找异常现象。